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那块地李家也掺和进来了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来，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我叫你滚，你都听不懂吗？滚！ 什么？你在我们家的附近又看见那个苏妍希了？是。他搅得西城他们两口子都要离婚了，他还嫌不够啊？如果以后再看到他在我们家附近的话，你就报警。是，我明白。老夫人，少夫人她真的不回来了吗？ 这事儿啊，也怪我。当初他表姐来的时候啊，景旭的情绪就不对了。当初要是早点发现，也不会弄成现在这个样。您不必太自责了。不过，少夫人离家出走之后，少爷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坏了。不管他，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呢。他自己做出的事情啊，让他自己负责。 如果锦溪不肯回来的话，那也是西城他自找的。哎，也不知道锦溪啊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多好的孙媳妇儿！你说，他怎么会有这么个表姐呢？你干什么吃的？城南那块地，我早就跟你说要拿下。 为什么要等到今天？啊！你是弱智啊，听不懂我说的话，滚！顾西城竟敢这样侮辱我！